你有冇試過有一種感覺，當你發現身邊嘅世界完全亂晒龍，規則崩壞，信任瓦解，而你明明睇穿咗個真相，但係發現自己咩都做唔到。你除咗每日喺度瘋狂咁內耗，喺度諗下應唔應該反抗啦，定係繼續裝傻賣瘋，迎合呢個社會？你覺得自己好懦弱，好猶豫。其實喺400年前咧，有一個人同你一模一樣。佢唔單止係文學史上最出名嘅王子，佢更加係人類歷史上第一個，亦都係最強嘅精神內耗者。佢就係哈姆雷特。如果你以為哈姆雷特只係一個好似抖音、小紅書嗰啲短劇，到而家 IGFB 全部都係嗰啲穿越啊、落難貴子弟啊、受盡白眼、逆襲奪權嗰一類咁嘅劇啦，你可能會失望，因為完全唔係嗰回事。莎士比亞寫嘅唔係一個成功復仇、由頭剪壓到尾嘅劇，而係一個關於崩潰嘅故事。一個人嘅世界觀、價值觀喺一夜之間徹底崩潰嘅過程。故事咧就發生喺丹麥嘅愛爾新諾爾宮。哈姆雷特原本係一個喺德國留學、受過高等教育、熱愛人民主義嘅熱血青年，但係有一日佢被急召翻返去嘅國家丹麥，因為佢嘅父王突然駕崩。但係令到哈姆雷特最崩潰嘅唔係佢老豆嘅死，而係佢翻到去丹麥皇宮之後所見到嘅景象。佢嘅叔叔克勞迪唔單止坐上咗皇位，仲喺父王嘅葬禮後短短2個月啫，就娶咗哈姆雷特嘅親生媽咪葛特魯。對於哈姆雷特嚟講，呢個唔單止係家庭倫理崩壞，而係成個世界嘅秩序都亂晒龍。佢當時有一句好經典嘅對白，形容世界係一個荒蕪嘅花園，生滿咗令人反胃嘅雜草。就喺哈姆雷特處於極度憂鬱嘅時候，城堡嘅城牆上面出現咗一個鬼魂。哈姆雷特親眼見到嗰個就係佢死咗嘅爸爸。鬼魂話俾佢聽一個殘酷嘅真相：我並唔係自然死亡，我係喺花園度瞌一陣嘅時候，俾我親生細佬克勞迪將毒藥灌入我嘅耳仔入面害死嘅。佢爸爸嘅鬼魂就對哈姆雷特落咗一道令到佢下半生受盡折磨嘅命令：你一定要為我報仇。大家試想像下，如果你係哈姆雷特嘅話，你原本只係一個中意讀書寫詩嘅文青，突然間有一個自稱係你老豆嘅鬼魂出現，話俾你聽你全家都係衰人嚟，仲要你親手殺死佢。哈姆雷特嘅痛苦就喺呢度開始，佢發現自己係被命運選中咗去修補呢一個崩壞嘅時代。之後嘅發展就係呢部劇最精彩，亦都係最令人爭議嘅地方。哈姆雷特呢，佢冇即刻攞起把劍衝過去阿叔嗰度捅死佢，佢選擇咗裝傻賣瘋。咁點解要扮一個癲佬呢？表面上就係為咗保護自己啦，等克勞迪對佢放低戒心。但係更深層次嘅原因係哈姆雷特陷入咗極度嘅精神內耗。佢不斷咁問自己：鬼魂講嘅嘢係咪真㗎？係咪真係佢老豆嚟㗎？嗰隻鬼會唔會係魔鬼嘅化身嚟誘惑佢犯罪？如果佢殺咗佢阿叔克勞迪，我同呢個殺人犯又有咩分別呢？喺呢段期間，佢做咗好多令人心碎嘅嘢。佢對佢心愛嘅女朋友歐菲利亞喝佢、鬧佢，叫佢去修道院尼姑庵。因為哈姆雷特已經對人徹底失去信心，佢覺得世界太污穢，唔應該再繁衍後代。哈姆雷特為咗驗證真相，佢安排咗一班劇團過嚟皇宮嗰度演咗一場戲。內容呢就係同父王被害嘅過程呢一模一樣。當克勞迪見到毒殺嗰一幕嘅時候，佢驚到即刻跑離咗場。哈姆雷特終於確定咗佢叔叔真係兇手，但係最諷刺嘅一幕出現啦。哈姆雷特喺翻皇宮嘅途中，見到克勞迪一個人跪咗喺度祈禱。
呢個當然係報仇嘅最好機會啦。但係哈姆雷特呢個時候勁多內心戲，佢喺度諗：如果佢而家殺咗佢，佢而家喺度懺悔祈緊禱，靈魂係會上天堂。而我爸爸父王係被無辜殺死，靈魂仲喺煉獄度受緊苦。咁樣報仇會唔會太益咗克勞迪呢？結果佢收埋咗把劍，而呢次嘅猶豫呢，直接導致咗後面連串嘅悲劇。哈姆雷特同媽咪對質嘅時候，誤殺咗匿埋窗簾後面偷聽嘅波隆里爾，亦即係歐菲利亞嘅爸爸。呢件事引發咗骨牌效應。歐菲利亞因為喪父同埋俾仔飛，精神崩潰，最後喺條河度浸死咗。歐菲利亞嘅哥哥雷伊提翻嚟報仇，克勞迪利用雷伊提設下咗一場毒劍同埋毒酒嘅死局。最後一幕可以話係莎士比亞筆下最慘烈嘅大混戰。葛特路亦即係哈姆雷特嘅媽媽，唔飲毒酒死咗。雷伊提同哈姆雷特都被毒劍擊中。喺斷氣之前，哈姆雷特終於用最後一啖氣殺死咗克勞迪，完成咗佢嘅使命。但係代價就係丹麥成個皇室徹底滅亡，最後係由挪威嘅王子入嚟收場。哈姆雷特臨終前講咗一句 The rest is silence， 餘下的只有沉默。呢部劇啦，詳細講解完之後，大家就會發現啦，哈姆雷特嘅悲劇唔係因為佢唔夠狠心，而係因為佢諗得太多。佢喺一個充滿謊言同埋血腥嘅世界入面，試圖尋找道德嘅絕對純潔。佢嘅痛苦係一個高級嘅靈魂喺低級嘅世界裏面掙扎嘅痛苦。睇完咗原著嗰種壓抑，令到你唞唔到氣嘅劇場感，可能你會問：哇喂，莎士比亞嗰啲古英語好深喎，好多字而家都唔用嘅，又唔知分幾多場幾多幕咁樣，好難啃喎。其實呢，喺19世紀嘅英國咧，有一對天才嘅子弟咧，都同你有一樣嘅諗法。佢哋就係查爾斯蘭姆 Charles Lamb 同埋佢姐姐瑪麗蘭姆 Mary Lamb。佢哋覺得莎士比亞嘅古仔咁正啦，如果因為啲字太深，令到後世嘅人唔再睇咧，簡直係絕大嘅損失。於是佢哋就將沙翁嘅劇本改寫成為一套好似小說咁嘅散文集，叫做莎士比亞故事集 Tales from Shakespeare。如果你想入坑莎士比亞咧，呢本小說版絕對係最正嘅跳板。南姆子弟做咗一件好大膽嘅事，佢將原本好似詩一樣嘅對白咧，全部拆散晒佢，變成好流暢、好有畫面感嘅故事。喺小說版嘅《哈姆雷特》入面，佢哋將重心由舞台轉移到去講故仔。例如原著入面，哈姆雷特成日自言自語，佢喺個舞台上面可能要企喺度，自己一個同自己講5分鐘嘢。但係南姆子弟就用咗一種全知視覺嘅心理描寫。佢用文字話俾讀者聽，呢位後生嘅丹麥王子而家心入面正喺度經歷緊一場幾咁激烈嘅風暴。南姆版仲有一個特點嘅就係佢好狠心，佢哋刪走咗好多支線嘅角色。例如原著入面有2個好出名嘅擦鞋仔同學，佢哋喺劇本入面出現嘅次數好多，仲同哈姆雷特有好多對手戲。但係小說版呢，對唔住啦，南姆子弟覺得佢哋太阻礙呢個劇情嘅節奏，基本上將佢哋嘅戲份減到最少。咁樣做嘅好處係咧，讀者可以100% 聚焦喺哈姆雷特同佢阿叔同埋佢媽咪之間嘅三角衝突。南姆版嘅哈姆雷特仲有一種獨特嘅溫情。影片嘅第一部分我已經同大家簡介過原著莎士比亞嘅劇情。佢係非常之血腥、好暴力，充滿咗對人性嘅絕望。但係南姆子弟寫呢本書嘅初衷係想寫俾年輕人同埋一般嘅家庭睇，所以佢哋喺描述哈姆雷特同媽咪嗰場對手戲嘅時候寫得特別動人。原著入面哈姆雷特鬧到好狠嘅、好毒，甚至係好瘋狂。但係小說版入面咧，南姆更加強調哈姆雷特嗰種愛之深責之切嘅心情。
佢唔係想傷害媽咪，而係想拯救媽咪嘅靈魂。大家記唔記得哈姆雷特最出名嗰句 To be or not to be？ 喺劇本入面呢，呢一個係一段哲學思考嚟，但喺蘭姆嘅筆下呢，佢會描繪哈姆雷特一個人孤零零咁喺皇宮嘅長廊入面來回踱步，外面嘅天色昏暗，佢內心嘅猶豫就好似外面嘅霧一樣咁濃厚。小說版最大嘅樂趣就係佢會幫你補充咗好多視覺嘅細節，佢會好仔細咁形容歐菲利亞喺條河嗰度嘅時候，身上面嘅花環係咩顏色，河水點樣慢慢帶走佢嘅身體。蘭姆嘅文字係非常之有畫面感，簡直好似喺你個腦海入面啦播緊一出電影咁。所以如果你問我我未睇過莎士比亞，我應該睇佢原著劇本先啦，定係睇小說先呢？我會建議你睇咗小說先嘅，佢會幫你剷走晒古英語嘅障礙啦，幫你梳理好晒複雜嘅人際關係。當你透過小說版愛上咗呢個古仔，再翻去睇原著劇本入面嗰啲驚世駭俗嘅對白，你就會有一種原來係咁嘅快感啦。可以話啦，蘭姆子弟係公認沙翁最優秀嘅翻譯員，佢哋將上咗神台嘅文學大師帶到去我哋每一個人嘅書台上面。咁你可能會問啦，既然情節都差唔多咯，咁點解仲要特登提小說版嘅呢？其實蘭姆子弟最犀利嘅版本呢，佢係將莎士比亞原本好跳躍式嘅劇本邏輯，去梳理成為一條線性嘅感情線。如果你睇莎士比亞原著，你會發覺佢啲場景跳得好快。上一幕咧喺城牆上面見到佢老豆嘅鬼魂，下一幕咧就已經入咗皇宮大廳，中間好似少咗啲嘢咁，唔係好對路。其實呢一種咧係英國舞台藝術一個好悠久嘅傳統，跳躍式敘事。大家去倫敦睇音樂劇嘅時候咧，最經典嘅好似係《Phantom of the Opera》歌聲魅影，或者改編自狄更斯嘅名著《Oliver Twist》，香港譯名應該係《苦海孤雛》。呢類作品呢，佢係唔會同你交代每一分每一秒係發生緊啲咩，佢哋係由一個個高潮位疊加去組成嘅。好似喺《Oliver Twist》入面咧，主角 Oliver 上一秒咧可能喺貧民窟嗰度受緊苦，下一秒咧可能就已經喺街頭同佢啲街童死黨一齊大合唱。中間嘅心理轉變係透過音樂同埋舞台嘅氣氛直接呈現出嚟。佢哋唔係追求線性嘅邏輯合理性，佢哋係追求戲劇性嘅衝擊。莎士比亞寫嘅《哈姆雷特》都係咁，佢係假設觀眾可以透過對白嘅情緒，自己去腦補中間冇咗嗰段時間究竟發生咗啲咩呢？我哋而家咧就受到現代嘅音樂劇影響好深啦。如果喺英國嘅話咧，舞台劇版嘅《魔雪奇緣》（Frozen） 又或者《獅子王》（Lion King） 呢一類型現代歌劇追求嘅係電影感，故事咧必須係由 A 跟住 B 跟住 C 跟住 D， 好邏輯嘅，個邏輯好緊密，解釋得好清楚。好似喺 Frozen 入面咁 Elsa 點樣由恐懼去到覺醒，佢係一條好完整好循序漸進嘅心路歷程。呢種做法咧係為咗照顧大家，確保每一位觀眾都唔會跟唔切。而傳統好似 Phantom of the Opera 啱啱上面提到 Oliver Twist 咁樣啦，係一種詩意嘅跳躍，佢留咗好多空間俾觀眾去思考，就好似中國水墨畫嘅留白咁。哈姆雷特點解突然會咁憂鬱嘅呢？原著係唔會慢慢同你解釋嘅，佢一出場可能就會用一段瘋狂嘅獨白，一嘢轟落去你度。相反，現代上面提到嘅 Frozen Lion King 係一種全方位嘅服務啦，可以形容佢為。佢會將所有嘅情感細節都會餵到去你個嘴邊度俾你食。所以如果你覺得哈姆雷特難明嘅時候，唔係因為你理解能力有問題，而係因為莎士比亞係用緊一種古典舞台嘅方式去同你溝通，佢唔係想直接將個劇情做俾你睇，餵到去你個嘴嗰度，而係想你感受到嗰種崩潰嘅瞬間。
好啦，咁翻返嚟呢度喺劇本入面咧，哈姆雷特點解要對歐菲利亞咁狠心呢？劇本好簡單，淨係寫佢喺度喝阿歐菲利亞，你去修道院啦，亦即係尼姑庵啦。但係喺小說版入面咧，蘭姆就會用文字解釋哈姆雷特當時嘅矛盾。佢內心其實好愛呢個女仔，但係佢覺得呢個世界實在太污穢，佢唔忍心俾歐菲利亞留喺呢個充滿血腥同背叛嘅皇宮。小說版加咗好多呢一類嘅內心 OS 內心戲，令到哈姆雷特顯得冇咁似一個黐線佬，而係一個被逼到絕路嘅可憐人。劇本係由一個個嘅高潮場景去組成，有時你會覺得跳得好快，但係小說就會用一啲過渡嘅段落，例如好似形容自從見到鬼魂之後咧，哈姆雷特連續幾日都收埋咗自己。呢啲文字幫觀眾建立咗一種時間嘅流逝感，令到個故事聽落去咧，唔係好似一場2個鐘嘅舞台劇咁，而係一個長達幾個月嘅家族興衰史。沙翁原著係用聽嘅，因為對白好似詩咁，好有節奏感；而小說版呢，就係用睇嘅。蘭姆會將哈姆雷特手入面拎住嘅骷髏頭描寫得更加精細，令到你透過文字就可以感受到嗰種對死亡嘅恐懼同埋反思。當我哋將呢2個版本擺埋一齊睇嘅時候，你會發現一個好有趣嘅現象。劇本呢，就係一種參與感嘅。舞台上面嘅哈姆雷特充滿爆發力，佢嘅猶豫有時會喺舞台上面幾分鐘完全唔講嘢，或者對住空氣大嗌，喝啲空氣，自己同自己講嘢去表達。作為觀眾，你係同佢一齊受緊苦，你係一個目擊者，親眼見住佢失控。劇本追求嘅係震撼，而小說版係一種同情感。當你睇緊小說嘅時候，你更加似係哈姆雷特一個閨蜜密友。蘭姆將哈姆雷特嗰種癲寫得好有邏輯，你會覺得如果我係佢，我可能都會咁做咯。小說版追求嘅係理解。喺劇本入面咧，哈姆雷特有時真係癲到連觀眾都分唔清楚，究竟佢係扮緊癲咧，定係真係發緊癲。但係喺小說版入面咧，作者好明確話俾你聽，佢嘅瘋狂只係一種保護色。簡單啲嚟講咧，如果你想感受莎士比亞嗰種神級嘅語言力量，又或者戲劇嘅張力，你一定要睇劇本。如果你想深入了解角色嘅內心世界同埋故事全貌，小說版係你最佳嘅敲門磚。莎士比亞喺1616年過身，但係哈姆雷特呢部作品嘅生命咧，喺佢死咗之後反而更加精彩。佢唔單止係一出戲劇，佢直頭變咗一個文化圖騰，影響咗之後幾個世紀嘅人類文明。去到18、19世紀，歐洲進入咗浪漫主義時代，當時嘅文人，例如德國嘅大文豪歌德，瘋狂崇拜哈姆雷特。點解呢？因為佢哋喺哈姆雷特身上見到自己。當時嘅知識分子覺得世界好腐敗，但係佢哋除咗思考之外，冇能力去改變現實。哈姆雷特變成咗清醒但係無力嘅代名詞。如果你覺得自己睇穿咗呢個世界嘅虛偽，但係又無從落手去改變佢，你就會發現原來19世紀嘅人已經將哈姆雷特當成咗佢哋自己嘅蘇美。大家一定聽過心理學大師弗洛伊德。弗洛伊德非常迷戀哈姆雷特，佢提出著名嘅戀母情意結嘅時候，就係用哈姆雷特嚟做案例。佢認為哈姆雷特之所以殺唔落手，係因為佢潛意識入面同阿叔克魯迪產生咗某啲連結。克魯迪做咗哈姆雷特潛意識入面想做但係唔敢做嘅嘢。咁佢呢度指呢，就係取代佢爸爸成為皇帝。無論你同唔同意都好啦，呢部戲劇的確係啟發咗現代人點樣去剖析人類嘅潛意識同埋複雜嘅人格。去到20世紀冷戰時期，喺好多極權統治下嘅東歐國家，哈姆雷特變咗一出政治禁書、政治禁劇。歷史學家發現咧，當時嘅觀眾好中意睇哈姆雷特，因為佢哋
見到愛意新諾爾宮入面嗰種隔牆有耳啊，人人都喺度互相督背脊嗰種壓抑感。哈姆雷特嘅裝傻賣瘋被視為係一種喺瘋狂嘅時代保持清醒嘅生存策略。佢教識咗後世人，當世界瘋狂嘅時候，你可能要比世界更加癲爽，先可以保護到你內心嗰一點點真。最後講一個大家都一定聽過噶啦，迪士尼嘅獅子王其實就係仙爸版嘅哈姆雷特。同樣地，佢叔叔害死咗佢父王，同樣亦都係王子流亡之後遇見到父王嘅鬼魂，同樣係要面對逃避定係翻去承擔責任嘅選擇。呢個歷史嘅傳承話俾我哋聽，哈姆雷特嘅古仔原型已經植根咗喺人類 DNA 入面，每一個世代都會用自己嘅方式重寫一次屬於自己個世代嘅哈姆雷特。所以哈姆雷特對歷史嘅啟發唔係教我哋點樣去報仇，而係提醒我哋人類嘅痛苦係共通嘅。無論係喺17世紀嘅丹麥王子、19世紀嘅憂鬱文人，定係21世紀睇緊獅子王嘅你同我哋每一個人人生總會遇到一兩次 to be or not to be 嘅時刻。講咗咁耐歷史同文學啦，可能你會覺得，喂，哈姆雷特係王子，我喺香港打份牛工，佢嗰種國家仇恨同我有咩關係呢？其實關係係極之緊密。當我哋剝開咗王子嗰個華麗嘅外殼之後，哈姆雷特其實就係我哋現代人內心嘅寫照。而家好流行一個字啦，叫做內耗啦 ，overthinking 啊。哈姆雷特可以話係人類史上第一個，亦都係最出名嘅內耗者。佢面對問題嘅時候，唔係唔想解決，而係去諗得太深入，睇得太透。就好似我哋而家面對轉行啊、創業啊、轉 feel 啊，甚至係一段已經爛咗嘅關係啊，要同女朋友、男朋友分手啊，同屋企人關係啊等等。你明知應該要走，但係你會諗，萬一走咗之後更加差，咁點算啊？我咁樣做會唔會傷害到人啊？哈姆雷特嗰種諗到癱瘓咗，諗到個腦實咗，行動唔到嘅狀態，其實每日都喺我哋腦海入面發生緊。佢嘅猶豫其實係反映咗我哋對未知結果嘅恐懼。哈姆雷特有一句好重要嘅對白 ：The time is out of joint。呢個時代崩壞咗，亂晒龍。好多香港人近年可能都會有呢一種感覺，原本熟悉嘅世界好似變咗樣，規則唔同咗，價值觀崩潰咗。哈姆雷特嘅痛苦係佢想做一個正直嘅人，但係佢身處嘅環境逼佢變壞，逼佢講大話，逼佢要扮黐線。喺一個崩壞嘅時代，保持清醒到底係一種福氣啊，定係一種詛咒呢？哈姆雷特透過佢瘋狂嘅對白話俾我哋聽，如果你覺得同呢個世界格格不入，可能唔係你嘅問題，而係呢個時代真係出咗大問題。To be or not to be 呢句說話放喺而家，其實可以翻譯成為我應該繼續忍受，定係起而反抗呢？係繼續忍受一份冇前途、消耗緊你生命嘅工，定係勇敢咁同呢啲痛苦講拜拜，去追求未知嘅可能性呢？哈姆雷特話俾我哋聽，反抗係需要付出代價，代價甚至可能會係毀滅。但係如果你永遠都唔行動嘅話，你就只可以喺憂鬱入面慢慢枯萎。佢嘅故事唔係要俾一個標準嘅答案你，而係要話俾你聽，呢種痛苦嘅抉擇係人類成長必經之路。最後我想講，裝傻賣瘋。喺現代嘅社會入面，我哋好多時都要戴住面具做人，喺老闆面前扮勤力，喺唔中意嘅人面前扮客氣。呢一種咁高度社會化、高度 socialize， 其實正正就係一種裝傻賣瘋嘅表現。哈姆雷特嘅故事教識我哋可以喺外表度妥協，但係內心嗰一點點真實嘅自我，絕對唔可以掉咗佢。就算成個皇宮都係騙子，
呃人嘅，哈姆雷特心入面依然清楚邊個係真，邊個係假。呢一種內心嘅堅持，就係我哋現代叢林生存法則嘅最後防線。所以下次當你覺得好迷茫，好想逃避，又或者覺得自己同世界格格不入嘅時候，你唔好覺得自己好軟弱。你可以再睇一次呢段片，諗下哈姆雷特呢位400年前嘅王子，佢同你一樣都喺黑暗入面揾緊一點光明。佢嘅憂鬱其實係一種高貴嘅痛苦。今日我哋由莎士比亞沙翁嘅劇本講到蘭姆子弟嘅小說，再講到歷史同現代生活。哈姆雷特之所以偉大，係因為佢好誠實咁話俾我哋聽，人生真係好難噶，世界係會崩壞噶，我哋係會猶豫噶。但係正正係因為呢種掙扎，先至證明到我哋係真正活生生嘅人。餘下的只有沉默 ，the rest is silence。但係沉默之前，我哋依然可以選擇點樣去寫我哋自己嘅故事。如果你中意今日呢一類關於古典文學、哲學嘅分享，歡迎你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留言話俾我聽。如果你係哈姆雷特，喺面對嗰個報仇嘅機會嘅時候，你會唔會掹把劍插死你阿叔呢？我哋下集再見，拜拜。